好來，鄉親啊，繼續來看台灣戲劇學院徛內湖的校區，疑似發生着食物中毒的事件。講這個國中部甲高中部住宿舍學生14號食過暗頓了後，開始吐閣流，有37個學生緊急送病院，確定就是急性的胃腸炎。早起9點外，學校的灶骹應該是無用的料理中晝頓。不過，這導致煞無用的摒掃，因為國立台灣戲劇學校內湖校區講有住學生敢若是食食中毒，14這學生敢若是食到學校暗頓的糋類，陸續有人無爽快集體流兼吐。過兩天15早起有20多個人去中國醫藥大學內湖分院就診，確診是急性的胃腸炎。雖然有真濟人嘛就醫，到目前為止有37個人。嘔吐、腹痛，那有部分的有稍微有發燒，病患都已經全部返校。另外，昨住學生中晝頓到暗頓的菜單，早頓是米粉湯、豆腐錢甲豆菜，中晝頓是烘排骨、豆腐等等，暗頓有雞肉糋、馬鈴薯，是倒一出引起中毒的衛生局已經在調查，學生嘛感覺真意外。其實我是覺得學校才是蠻正常。吃了3年長大，覺得蠻難做的，因為畢竟是學校工廠嘛，應該做好一點把關。如查獲相關衛生缺失事項，會責令限期改善；其屆複查如仍不符合規定，將依違反商法處6萬到2億元罰鍰。學校表示，在消毒甲調查結果出來進前，將預防性暫停供餐，該由學校統一訂符合食安標準的餐食。後來加強衛生管理甲宣導，賣配合衛生局的調查，希望講會當找出原因，讓學生會當安心啊上課。Hello， 我是蔣新梅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